二名就中國澳門，不過今日咧睇啦，睇下我哋中國香港嘅代表沙木板門健兒會唔會為我哋可以爭取到喺大灣區錦標賽嘅更好成績？係6線屬於500米標準龍嘅賽事。香港隊咧就係喺第6線度，澳門嘅第4線。5線嘅咧就係江門市嘅代表隊。暫時而家帶出咧就真係喎，4、6、7、8，4線嘅澳門，6線嘅香港，7線嘅東莞，8線嘅中山都係喎。好啦，見到5線江門嘅代表亦都上到嚟㗎啦。嗱，開始貼近紅色浮標，即係話將會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粵港澳大灣區錦標賽暫時打咗個龍頭出嚟啊！7線嘅東莞隊，仲有5線嘅江門市代表隊，4線澳門同埋江門隊而家越嚟越勁啦，後勁凌厲，4線5線直逼領先嘅7線，過埋頭點啊！4對5啊！入到尾尾，睇下澳門贏定係江門市贏，結果4-7。係5、4、7、6啊！哇，犀利啊！臨到尾尾，5線嘅江門市代表隊同埋4線嘅中國澳門代表隊，真係臨尾咧，好似大家睇騎馬一樣啊！臨尾咧有一度大家就暴力吹，結果首先咧佢嘅終點咧應該就係5線嘅江門市代表隊。中國澳門代表隊咧就係第2名衝線，另外咧廣東東莞黃涌老友龍舟俱樂部應該得第3，我哋香港代表沙木板門健兒咧就應該啱啱好第4嘅。真係認真刺激臨到尾尾。4到5，由頭鬥到尾啊！將原本領先嘅7線東莞隊咧都搶過咗頭。我哋亦都咧請我哋喺現場睇緊比賽嘅觀眾朋友，當佢哋喺返學嘅時候咧，請佢哋俾多啲嘅掌聲咧，對佢哋俾多啲鼓勵啊！你相啊太核突啦，唔好啦！全部都係我哋嘅好朋友，掌聲送俾1號艇嘅廣州白雲人和龍舟隊。聽到我哋叫你哋嘅隊名咧，你哋都可以大聲啲去，將你嘅歡呼聲送翻俾我哋嘅觀眾。3號艇有惠州市嘉樂龍舟隊，7號艇廣東東莞黃涌老友龍舟俱樂部，2號艇有深圳市龍舟隊，4號艇哇1連2日都有好好表現啊！中國澳門代表隊。8號艇有我哋中山市石岐龍舟隊，5號艇有我哋嘅江門市代表隊，9號艇有我哋珠海實德龍舟俱樂部，然後咧。現場嘅觀眾朋友，最大嘅歡呼聲送俾我哋嘅中國香港代表隊沙木板門健兒。而家我哋官方成績公布，粵港澳大灣區錦標賽第33場次冠軍。5號線江門市代表隊，亞軍中國澳門代表隊，季軍
廣東東莞黃勇老友龍舟俱樂部。第4名，6線中國香港代表隊3木板門健兒。第5線，第5名3號線惠州市家樂龍舟隊。第6名8號線中山市石岐龍舟隊。第7名2號線深圳市龍舟隊。第8